师父现在跟各地的莲友报告，过去的人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人命在呼吸间呢，很短暂，刹那间而已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你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看待这个问题。人命在呼吸间。从前有一位老人，他死了之后见到了阎罗王，就责怪阎罗王为什么不提早写信通知他呢？阎罗王回答他说：“你的眼睛花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啊；你的耳朵聋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二封信啊；你的牙齿坏了，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三封信啊。我不知道已经写了多少封的信来通知你，怎么还说我没有写信通知你呢？”又有一位青年人死了以后，也很责怪阎罗王。他说：“我的眼睛很明亮啊，我的耳朵很聪明啊，牙齿很坚固啊，我的身体也很强壮嘛。阎罗王，你招我来，为何不事先写个信通知我呢？”阎罗王就回答说：“我也有写信通知你啊，你没有看见你家东边的邻居啊，有30、40岁就死掉了，西边的邻居有20、20岁就死了，更有1周岁的婴儿猝死了，这些都是我写给你的信啊。人命无常，就像是早晨的露水一样，只要一口气上不来，这个身体就成了饥渴。”在《佛说42章经》里面，佛问他的弟子：“人命在多久之间呢？”有一位弟子就回答说：“人命在数日之间，几天的时间。”佛说：“你还不知道。”另外一位弟子回答说：“在饭食之间，吃饭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。”佛说：“你也不知道。”修道的道。佛又再问另外一个弟子，这位弟子回答说：“人命在呼吸之间啊。”佛说：“善哉善哉，你知道啦。”一般人往往都很忌讳谈时这个问题，但佛陀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，人命无常，国土萎悴，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人生真相，生死的由来，教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不要以为我还年轻，我的寿命还很长。由于平常你没有心理准备，一旦无常到来，反而贪生怕死，手足无措。生命个体、宇宙万物啊，虽然是在不断的转变，生灭无常，但佛性却是永恒不变。因此我们学佛的人主要目的是在追求就近的离苦得乐，很懂得解脱生死的方法。我们既然学佛，要了解世间是不实在，没办法固定长久的存在，我们只有仰仗阿弥陀佛慈悲名号的救度，我们才能成就道业。一旦到了西方，每一个人寿命是永永远远的，这一点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既然知道世间是如此，我们就不去贪求，应该赶紧回过头来诚挚的念佛，发愿往生西方成就，这个是我们的大方向、大目标。我们要往这个方向来勉励自己，以后就不会受生死的束缚了，脱离开这个六道的轮回，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勉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